aliens. 3I Atlas was an interstellar visitor. That's what the disparity we're talking about, and that makes 3I Atlas anomalous. Now, in addition to that, there is also a report about nickel around that was shed by 3I Atlas, and without showing any evidence for iron, and that is quite anomalous because usually nickel and iron come in similar quantities in comets. And the question is, why is there mostly nickel? And one possibility is that nickel is much more abundant in industrial. Hello， 我哋又見面啦。啱先咧片頭嗰度咧已經講咗一個咧叫做 3I Atlas 嘅一個星體啦，將會向我哋咧最近10月尾咧就會咧最接近我哋嗰個叫太陽系啦。進入太陽系之後咧，究竟佢喺我哋嘅太陽後面做乜嘢咧？嗱，佢做啲乜嘢咧？天文學家有天文學家嘅一個嘅研究啦。咁但係對於我嘅靈性角度咧，又有另外一個嘅見解喎。今日咧喺分享片段之前咧，請各位按讚、訂閱、分享支持一下我嘅製作，我會持續地更新，會講多啲關於靈性上面嘅知識、能量嘅信息咧，俾大家知嘅。咁喺我哋啱啱咧過去咗嘅9月啦，上一條片啦也有講過啦，講關於咧9月咧係我哋一個咧好忙嘅日子，我哋要忙住做乜嘢？忙住去清理我哋嘅一啲嘅過往嘅業力啦，又忙我哋去點樣去幫我哋淨化啦，有啲乜嘢要調整嘅，我哋要好好咁調整啦，要斷捨離啦，等等等等。好啦，咁今日咧已經嚟到10月咯，雖然10月咧已經過咗1個星期啊嚇，咁但係咧10月咧係一個乜嘢嘅日子咧？我哋應該要點做咧？同頭先個星體有乜關係咧？嗱，頭先個星體嗰個現象咧，將會牽涉到咧我哋之後11月、12月以及2026年咧嘅一啲嘅重要信息嘅。咁喺講之前咧，我先講解一下10月。好啦，啱啱過去咗嘅9月咧，又有一個血食啦，有一個月食啦，有一個日食啦，又有血月啦，再加上乜嘢咧？再加上就係一個叫做太陽磁暴啊！嗱，咁10月頭咧都有太陽磁暴㗎。喺我哋呢一個嘅天文異象裏面咧，已經見到有好多咧唔同嘅一啲特殊嘅星體現象啦，就話俾我哋聽啦。呢個2025年咧真係非常之唔簡單啦。好，跟住落嚟咧就係喺個物理嘅一個叫做呢個地球上面物理地球上面又點樣咧？啱我哋過去嘅呢個10月頭啦，就有一個叫做台灣嘅一個花蓮嘅地震啦，亦都有一個咧菲律賓嘅地震。咁原來我哋咧10月頭嘅時候咧都有一個嘅太陽磁暴啊嚇。咁太陽磁暴咧好多嘅一啲叫做研究學者啦，都會覺得咧太陽嘅一啲嘅磁暴咧都會影響住咧地球嘅一啲叫做氣候啊，或者係一啲叫做自然災害啊，一啲天災啊咁樣嘅嘢咧，都好似係會有關聯嘅。咁喺10月啦，我哋要做啲乜嘢咧？啱啱咁忙嘅9月過去啦，好啦，10月咧要做嘅咧就係休息。10月嘅休息咧，其實咧，我會覺得咧，佢嗰種咧係咪休息即係叫我躺平啊，咩都唔使做咧？其實就唔係嘅。10月嘅休息咧，意思即係話咧，你可以持續地好似如常咁樣咧去工作，不過咧要注意一下分配一下你嘅時間啦，要恰當，要向一個叫做，既然咧你又要去做嘢啦，你亦都要咧兼顧自己嘅身體需要。例如我哋會多啲俾自己可能一個嘅休息時間啦。如果可以嘅話咧，10月份咧都好適合去旅行咁樣嘅意思。咁令到自己咧響我哋啱啱過去嘅9月做咗咁多嘅釋放啦，10月嚟一個咧點樣啊？再放埋一種叫做身體上面嘅一種嘅壓力啊，或者係一啲叫做情緒啊等等嘅一啲嘅舒緩嘅一啲嘅措施。咁所以10月咧就非常之適合去旅行啦，去休息啦，唔好俾自己咁操勞啦，唔好俾自己咁大壓力啦，盡可能咧撥多啲時間咧就俾自己有足夠嘅睡眠啦，對自己好啲啦，愛自己多啲啦，食好有健康嘅嘢啦，飲水飲多啲啦，幫我哋清理淨化啊嘛。仲有就係話咧，仲可以做多少少嘢嘅。咁做乜嘢咧？就係我哋嘅一個情緒啊，點樣去幫我哋自己咧進行一個叫做釋放啊？咁好多時候咧，我哋嘅身體咧係每一日咧都響度接收緊咧唔同嘅信息。當我哋接收緊唔同嘅信息，例如你嘅朋友啊同你呻啊，我好慘啊咁，又或者啦你自己工作好攰啦，跟住你又或者係做一啲叫做服務型嘅行業啦，比較容易咧接收對方一啲嘅負面嘅能量。咁點算好咧？對於10月嚟講咧，要休息咧係非常之重要噶。咁講翻頭先個天體嗰個星體啦嚇，個星體咧究竟同我哋呢個10月有乜關聯咧？主要呢個星體就會話俾你聽，因為我哋10月咧係要休息主要做嘅工作嚟嘅。咁點解要休息咧？係因為我哋經過9月嘅一個嘅清理，係由一個叫做不論係宇宙啦，一個一啲特殊嘅天文異象啦，去幫我哋去將我哋以往嘅一啲嘅業力啦去釋放。
咁我唔知各位啦，咁其實我自己咧都有一啲感受嘅，我就會覺得其實咧喺9月過咗個血月之後咧，係的而且確咧會有好多嘅思緒咧走出嚟，一啲好似叫做好似有啲嘢要我自己要去解決，或者要我自己去明白多啲，可能咧會有啲朋友仔咧會遇上一啲叫做人生嘅交叉點啊，又或者係一啲叫做可能一啲突然之間嘅分離啊，或者突然之間一啲嘅人生課題嘅嘢咧，會突然間好似要暴露出嚟咁樣。咁唔係淨係自己啦，可能你近排會聽到啲嘅即係新聞啦，又或者係一啲嘅資訊啦，都會有各方面咧唔同嘅嘢咧，係叫做喺一個叫做黑暗當中咧浮翻上面，俾大家見到一啲咧乜嘢叫做真實嘅狀況嘅一啲嘅信息。咁當然啦，當中咧都會包含住一啲咧就唔係令人哋好舒服，有啲不安嘅一啲嘅資料啊，或者係信息嘅。咁所以9月就係為咗乜嘢咧？係為咗令你睇清楚你自己身體究竟有啲乜嘢要處理。而10月當我哋知道要點處理嘅時候，10月就係做一個叫做我會叫做係一個休息調整，去透過9月嘅將黑暗嘅位去暴露出嚟俾大家，俾自己見到。有任何嘅情緒，有任何嘅不安，我哋10月咧就係要做一個清理淨化。咁所以今日咧嘅片段咧，主要咧我就係想帶呢個信息出嚟。咁嗰個星體咧係講緊頭先嗰個 3I Alice 咧，佢會去到大約10月尾最近我哋嘅個太陽系。咁然之後響我哋嘅11月咧就最近咧地球嘅。咁然之後咧佢會響11月尾啦左右啦就會離開11月，好似係11月尾就會去到木星嘅，11月就會最近木星，跟住就會離開太陽系噶啦。咁若果大家對於靈性嘅角度，可能占星啊呢啲啦，木星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星體嚟嘅。咁響占星術嚟講咧，木星係有一座叫做擴大啦、lucky 啦、幸運啦嘅一個嘅意思嘅。咁所以咧呢個星體嘅嚟到咧，其實我會覺得咁當然啦，天文學家或者其他嘅一啲學者咧都會覺得若果佢真係一個唔係普通嘅彗星，佢係一啲好似係真係外星文明嘅星際嘅嘢啦嘅話，會唔會對我哋地球有不利咧？咁喺靈性角度咧，我其實覺得咧，佢哋唔係嚟攻擊我哋嘅喎，我會覺得咧佢係嚟幫助我哋咧人類嘅揚升啊。對於揚升咧係有一個非常之大嘅意義嘅，係因為我哋透過我哋10月嘅休息，我哋10月最緊要係休息之外咧，你都可以嘗試去放種子。咩意思呢？即係話我今日都會咧一陣間咧會教大家咧去做一個叫魔法小儀式。呢個魔法小儀式咧會幫各位咧去做一個嘅願望啦。即係如果你有啲乜嘢嘅願望，你好想響因為而家年尾啦嘛，差唔多咁就有一個即係可以26年啦，想達成嘅一啲嘅願望啊。咁我就會教大家做呢個魔法嘅小願望瓶啦，咁樣。咁另外就係當我哋落咗呢個10月嘅種子咧，嗰啲 seed 啊 ，SEED seed 啊，係啦，嗰隻種子咧，咁我哋就11、2月咧就會，你會見到啊。若果你平時已經有做開淨化或者係對於靈性嘅嘢有做開嘅話咧，應該會響之前啦，年頭啊，我哋25年年頭嘅嗰個7星連珠嘅嗰段時間啦，可能做咗淨化或者係已經做咗願望嘅朋友仔咧，咁你會慢慢感受到咧11、2月咧，好似開始幫你呢啲願望咧有個推進。係啦，會見到少少發芽咁樣嘅，咁非常之好啦。如果真係喺年頭嘅時候已經做咗一個放種子嘅動作，咁佢11、2月咧係俾你去慢慢咁樣去繼續去種植呢個叫做豐盛嘅樹又好咩咯啦。咁你種好咧，咁你就慢慢會見到26年咧會點樣去慢慢推進起一個開花結果好美妙嘅人生咧，又可以完全蛻變啦咁樣。好，咁所以10月。除咗休息之外咧，咁我年頭冇做到喎，咁嘅話咧，你可以而家開始一陣間咧就教你做個願望瓶啦。但係咧許願之前應該要做啲咩咧？許願之前咧應該咧就係要先淨化自己啊。咁因為我哋唔知道咧究竟自己個能量乾唔乾淨啦，又或者有冇一啲叫做好可能因為我哋身體咧係一個容器嚟嘅。咁你當自己，因為我唔會知道自己身體個容器有幾多個剩翻落嚟嘅空位啊。OK， 所以到時當我要接收呢啲豐盛能量嘅時候，你都有偽裝噶嘛，係咪？咁好啦，問題嚟啦。咁既然我唔知自己有幾多空位騰出嚟，咁所以我哋要長期都要點樣咧 ？keep 住睇一睇自己個能量究竟係咪一個咧適合26年或者之後嘅一個進程去收呢一啲嘅幸運啊，收呢啲嘅豐盛啊嘅一啲嘅空位係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俾一個好簡單嘅小測試俾大家試下做下嘅。接住落嚟，我哋做一個安全感嘅測試。感受一下你現在嘅頻率狀況，先
先深呼吸3下，平靜落嚟，聽聽我呢句說話，然之後你再重複一次，吸氣，呼氣，再吸，再呼，再吸氣，呼氣。我享受以及滿意現在嘅生活。感受一下頭先你所講嘅嗰句說話，有冇一種好唔自然，或者有一種否定嘅意思呢？若果係咁樣，就等於我哋嘅現在嘅頻率係處於一個未有足夠嘅安全感。現在你可以嘗試同我進行一個10分鐘嘅呼吸冥想，呢個肯定式嘅冥想方式能夠穩定我哋嘅情緒，以及增加我哋嘅安全感。閉起你嘅雙眼，準備做3個嘅深呼吸，吸氣，閉氣，3、2、1，放鬆。再嚟吸氣，閉氣，3、2、1，呼。再嚟吸氣，閉氣，5、4、3、2、1，呼。想象一下，喺我哋頭頂上面有一個好似太陽光咁耀目嘅光芒，呢一個光轉化成為一個光球，從我哋嘅頭頂到我哋嘅喉輪，到我哋嘅心，往下嚟到我哋嘅心輪位置停留。呢個光球顯化成為一個好似湖水嘅圓形嘅漣漪，向我哋嘅心輪位置不斷咁旋轉，淨化我哋嘅心情，淨化我哋心輪所有嘅唔開心以及閉塞嘅地方，通通轉化成為光。懇請你跟我可以說一句：我願意聆聽內心嘅真實感受。我有勇氣接受自己。我以愛發現自己，並接納一切嘅感受。我哋可以重複剛才嘅3句肯定句。我願意聆聽內心嘅真實感受。我有勇氣接受自己。我以愛發現自己，並接納一切嘅感受。請繼續重複。
我願意聆聽內心嘅真實感受。我有勇氣接受自己。我以愛發現自己，並接納一切嘅感受。我哋保持住緩慢嘅呼吸，將呢個心輪位置嘅白光球以回旋嘅方式慢慢往下去引導，往下旋轉，嚟到我哋嘅腹部，再往下旋轉，嚟到我哋嘅海底輪位置。海底輪位於我哋身體嘅尾部，回音嘅呢個位置。光球以白色回旋嘅方式，幫我哋將海底輪不斷咁淨化，讓我哋呢個海底輪嘅生命力更加有活力。請你跟我一齊講以下嘅肯定句：我是力量所在，我能夠安全咁喺地球上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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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住落嚟，我哋繼續以回旋嘅方式，將呢個白光球慢慢往上去延伸，往上將佢送回我哋嘅腹部、心輪、喉輪，再往上嚟到我哋嘅頭部。我哋感謝今次幫我哋清理以及淨化、激活我哋身體嘅呢一道神聖嘅光。感謝呢一道神聖嘅光，為我哋做咗呢一個嘅祝福以及淨化。我相信一切嘅美好會降臨我嘅身上，因為我與神聖嘅光與宇宙連在一起。感謝宇宙嘅愛能量，感恩。我哋可以輕輕喐動你嘅手指，將雙手合實摩擦，令到佢有溫暖嘅時候放向我哋雙眼嘅位置，讓我哋嘅意識回流當下。謝謝你嘅聆聽，希望你滿意今次嘅冥想引導。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好啦，我哋現在開始睇下呢一個願望瓶要點樣做先。首先我哋要準備一啲嘅材料啦。咁材料嘅內容呢都比較多地嘅。有一啲嘅尤加利葉啦。咁建議係用一啲嘅乾花會比較好嘅，因為乾爽啲啦，好保護啲嘅。如果唔係咧，好容易會潮濕啊。尤其是我哋呢啲
南方嘅地方啦，香港、澳門啊呢一啲。咁另外就係肉桂條啦，咁都係以乾貨為主啦。跟住仲有無花果嘅乾啦，一個唔大又唔係太細嘅玻璃罐啦，仲有一啲嘅水晶。咁水晶建議咧就係黃晶或者係白晶都可以嘅，咁睇下自己個人嘅需要啦。咁另外就係數量咧都係隨意隨量啦，咁睇下你個玻璃瓶有幾大個啦。仲有我最中意使用嘅粗海鹽同埋白色嘅蠟燭。白色嘅蠟燭裏面咧，我建議就唔好買太大支，咁因為如果太大支嘅話咧，我哋平時一般唔係話太大嘅一支蠟燭都要燒2個到3個鐘嘅，咁所以要等到嗰個蠟燭咧燒完啦，先至可以離開。咁如果你買太大支嘅話咧，就可能要望住佢燒完咧都要啲時間咧。跟住咧就有最緊要嘅願望紙啦，同埋一支筆。咁睇下閣下咧，即係有冇注重呢個儀式感啊？若果有注重儀式感嘅話咧，你可以去買一啲特殊嘅願望草紙啦，專係寫願望嘅。啲魔法儀式嘅鋪頭通常都會有，即係買一啲塔羅牌啊呢啲嘅鋪頭咧，都會有帶有呢啲嘅願望紙賣嘅，同埋筆啦，咁都係啦，都係一啲儀式類別嘅嘢啦。若果你唔介意嘅話咧，基本上乜嘢筆都得嘅。咁有啲人咧着重儀式感，即係可能儀式感為做咩嘅咧？就係幫助自己咧更加投入、全神貫注喺嗰個儀式裏面，因為成個嘅儀式流程咧必須係要相信啦，同埋咧係親身感受，係覺得一定會完成到成願嘅，咁樣先至得嘅。所以透過一啲嘅儀式感係會幫助到一啲嘅朋友仔咧，係更加容易投入個狀態裏面。咁所以若果你需要啲儀式感，你可以去買一啲嘅羽毛筆，又或者係一啲嘅鋼筆。咁啲墨水咧都有講究嘅喎，有啲就可能買一隻叫做龍血蠍嘅一種墨水。咁龍血墨水咧就係比較接地氣嘅。咁我哋嘅錢財咧都要接地氣咧為基本嘅，唔一定係淨係錢財，可能身體健康啊、安全感啊，尤其是現在我哋做呢個願望瓶咧，安全感係非常之重要嘅，落地都好重要。所以若果你哋對於儀式感係容易幫自己加分投入嘅話咧，咁可以買啲特別需求特別啲嘅一啲嘅產品啦。咁陶記都會有嘅，一般上。好，跟住落嚟咧就要講解一下咧事前嘅準備啦。咁事前嘅準備功夫啦，通常都係會選擇喺夜晚進行比較合理嘅，因為魔法儀式咧通常都係陰性力量嚟嘅，屬於咁，所以咧都會係用一種叫做月亮嘅魔法咧去運作嘅。咁即係要夜晚啦，夜晚做咧就比較加倍個力量嘅。咁另外就係最好就揾一個地方唔被打攪啦，可以播下啲好輕鬆嘅輕音樂啦，好似我而家呢啲background music 咁啦，加一啲嘅鼠尾草啊，或者係聖木啊，嚟去幫自己去做一個淨化嘅空間啦。打開個窗戶，因為有陣間咧我哋會燒一燒啲蠟燭嘅，咁讓空氣流通啲會比較健康同埋安全啲。咁一切都準備好，我哋就可以開始咯。咁開始寫我哋嘅願望啦。寫願望咧，其實我哋着重於簡單同埋直接，要有清晰嘅語句。最罩忌就係含糊不清咯，一啲嘅狀態，即係例如我要生活好，咁點好法咧？你要講清楚少少，寫出嚟。記得寫自己個名啊，仲有完成願望嘅時間，同埋要用現在式同過去式嚟寫。咁跟住我哋可以將所有嘅材料同埋願望紙咧，全部放晒落個樽裏面，咁適量就得啦。玻璃樽都唔需要太大個。咁跟住落嚟咧，就係點燃你嘅蠟燭啦。咁傳統同埋有好多嘅儀式咧，都會建議係將嗰支蠟燭就係放喺個蓋頂上面，用咗啲蠟等佢企好企穩，然之後咧就去許願嘅。咁呢個我會覺得睇下你自己個人需求啦。我覺得其實個念力係最緊要嘅。當個念力係好強烈嘅時候咧，咁呢個少少改動嘅動作咧，都唔係話好大影響，我覺得。因為有啲朋友就可能驚啲蠟燭唔識得點樣處理啦，萬一唔小心咧就造成危險就唔係咁好啦。咁我會覺得其實你只要有個燭台擺喺度，咁凝視住嗰個燭光嚟去許願，咁專注咁投入，相信呢個願望係會成真咁樣默念，咁入啲念力落去嘅話咧，就已經係足夠噶啦。然之後咧，將溶咗嘅蠟燭嘅蠟咧就放入個願望瓶裏面，扭翻實個蓋咁就得噶啦。咁都小心啲啦，蠟燭未熄滅晒之前咧，千祈唔好離開現場，小心用火，注意安全啦。啱嘅呢個願望瓶咧，唔知各位中唔中意呢？希望咧你哋都能夠得償所願啦。咁跟住落嚟咧，就係我個人一個嘅小廣告啦。唔知各位咧有冇遇上一啲人生嘅困局呢？若果你好多時候咧都唔知點解人生裏面咧總係會好似不斷咁重複一啲嘅卡點，多
多年嚟咧都試咗好多唔同嘅方法，都解決唔到。咁我現在咧有1號種子嘅一啲嘅新嘅服務，就係呢一個嘅挖掘潛意識嘅一個服務。呢個服務咧有別於一般嘅心理輔導，主要咧係針對你嘅個人嘅思想啦、情感啦，以及一啲咧背後嘅動機，然之後去挖掘你嘅真相，突破你嘅宿命，開啟你嘅人生嘅篇章。若果你想了解多啲呢個服務嘅話咧，可以透過隔籬嘅 WeChat 或者係 IG 嚟聯絡我㗎。感謝你今集睇我嘅節目。